歡迎收睇 Inspire HK， 我係文哥，記得幫手 subscribe 同 follow 我哋嘅 channel 同 Facebook page。最近有幾位澳門巴士公司嘅站長透過朋友揾到我，話佢哋喺公司受到唔公平待遇，仲指公司成日偏袒外勞，本地員工投訴無門，想我幫佢哋出聲。我聽完之後，覺得呢啲情況唔止係一間公司嘅問題，社會上其實都有類似現象，所以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下。至於真偽，就交俾大家自己判斷。首先講返制度同人工方面，佢哋話公司成日會因為塞車、斷纜或者乘客投訴冇車，就扣前線員工嘅績效獎金，呢啲錢仲會變成高層分紅。外勞人工普遍高過本地員工，好唔公平。有啲外勞或者主管仲暗中加薪400到800蚊，仲要簽保密協議。工時更加誇張，每星期60-70個鐘，底薪得8400，加班費仲要只係0.6至0.7倍，遠低過法定嘅1.2倍。再講主管嘅做法，更為安排唔合理，要企足8個鐘，冇休息冇食飯。明明允許食飯，卻報告話員工擅離崗位。凌晨5點狂轟訊息，未回覆就打電話鬧人。即使有病假證明，主管都話未收到。計曠工仲成日語言辱罵，甚至以數據唔靚仔為藉口扣錢。經理方面都唔好得多，要求員工非上班時間去簽警告信，但冇補償工資，只聽主管一面之詞就扣薪。完全唔理前線員工嘅情況，有啲人仲主觀偏袒，例如有站長工傷2個月未返工都仲有獎，仲有歧視同唔公平。澳門員工申請放假困難，外勞就容易批。有主管安排親戚入公司，裙帶關係好嚴重。前線員工下班坐巴士要俾錢，中高層就永遠免費。公司文化更加黑暗。員工一投訴就即刻收警告信，逼走人。勞工局介入時，公司會即刻炒人，逃避調查。高層濫用權力，克扣員工收入，轉為分紅。總結嚟講，員工反映巴士公司存在制度唔公，人工唔透明，主管欺凌歧視本地員工，濫用權力同打壓投訴，已經嚴重影響前線員工嘅工作同生活。我覺得呢啲情況需要勞工局或者相關部門進行暗訪調查，保障員工合法權益。其實大家都知道，澳門外勞問題一直存在，唔止係假招聘，仲有好多情況係本地人被逼讓位俾外勞，例如本地員工被逼辭職，外勞取而代之。零售業本地人做咗半年好好地，外勞一嚟就變兼職，一星期只返1-2日。博企酒店將朝9晚6或早班時間俾晒外勞，本地人就要返通宵同假日。原本政策係外勞填補本地人不足，但現實卻係本地人反而填補外勞。如果政府真係想提高出生率，就應該改善家庭友善措施，例如固定班、固定時間俾本地人、外勞，再去補充其他時段。總結，澳門巴士公司員工反映嘅問題，折射出更大嘅社會矛盾，外勞政策、勞工保障、制度透明度。我希望政府能夠正視，唔好再用完即棄方式對待本地員工。呢度係 Inspire HK， 我係文哥，記得留言分享你嘅睇法，幫手 subscribe 同 share， 下集再見。